Hello，各位家長、學員同埋學長，你哋好。我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下10月至11月嘅呢一個螢幕時間追蹤任務，究竟需要做啲咩？咁根據嗰個工作室，可能你哋已經了解到，其實今次個目標咧就係希望我哋嘅學員可以提升數碼健康啦，同埋自我管理嘅能力，幫佢哋認識同埋調整自己嘅螢幕使用習慣。咁包括就同學長有啲會面啦，同埋去喺 WhatsApp 裏面同學長嘅溝通，等學長都可以分享一啲tips 啊，一啲 guidance 俾小朋友。咁由10月1號至到10月18號咧，我哋就希望學員同埋學長會有第一次嘅會面，咁可以係喺線上 Zoom 啦，或者實體都可以嘅。咁呢一個會面好重要，因為咧就會係希望可以幫到學員認識而家用個佢哋嘅熒幕嘅現況啦，同埋佢哋嘅感受。咁最重要嘅咧，就係去幫佢哋諗下，究竟最常用嘅係乜嘢裝置咧？可能係手機、平板電腦，或者電腦，或者遊戲機，甚至係電視咁樣。咁傾完之後咧，就可以講下最常用嘅 app 係咩咧？最長會用幾多時間咧？咁諗下係咪真係有幫助，定係會有啲係令到佢哋後悔嘅咧？咁而最後咧，就希望小朋友可以設定到一個具體嘅目標，例如係我希望用呢個 app，每日最多係幾多時間，咁樣希望可以喺會面之後，直至到下一次會面咧，都有機會去實踐呢一個具體嘅目標。咁喺第一次同第二次會面之間咧，我哋就希望小朋友咧可以喺10月25號就喺個 WhatsApp 群組裏邊 send 一個截圖，就係嗰啲裝置，可能係手機啊、平板電腦即係 iPad 啊，或者電腦，佢哋都會應該話俾你知你用咗每一個 app 用咗幾耐咧，每一日。咁就希望可以學長喺第一次會面都幫小朋友去揾下究竟點樣去揾到呢一個頁面，然後教小朋友去接通，等佢哋可以喺25號嘅時候就可以 send 出嚟個 WhatsApp group。咁如果係例如係電視，可能真係或者揾唔到點樣揾到熒幕時間個版面嘅話咧，就要靠家長同小朋友去嘗試去每一日完咗之後去諗翻。我嗰一日用咗幾多時間喺呢一個裝置咧，咁然後去記錄低，之後喺25號就 send 出嚟喺個 group 度分享俾學長。咁分享完之後咧，就希望學長可以係肯定一點小朋友做得好嘅地方啦，講下可以改變嘅地方啦，係啦。咁小朋友 send 完個截圖咧，都可以係寫一個簡單嘅觀察，例如你發現自己原來好容易喺夜晚嘅時候沉迷玩電話個喎。咁係啦，呢個就係第一次會面同埋第一次截圖嘅安排啦。咁去到咧10月19至到11月1號呢2個禮拜之內咧，就希望學長同學員可以有第二次嘅會面。咁而第二次會面嘅主題咧，就係希望小朋友可以反思一下過去上次會面設定咗嘅目標完成得點樣咧？會唔會發現自己有啲咩地方可以再做好啲咧？而學長又可以分享多啲自己嘅經驗，可以提議一下有啲咩策略可以試下嚟去設定時限啦，或者係諗下有冇其他活動可以代替啊，或者係有冇咩時間可以係唔用嗰個裝置嘅咧？咁就再去設定 for 下個禮拜下次會面之前嘅具體目標啦。可以係相同，或者可以係一啲根據小朋友嗰個表現去設定一個更加容易或者更加難達到嘅目標。嗰個目的咧都係希望令到小朋友可以真係達到嗰一個目標，而對於熒幕時間嘅使用可以有進步嘅。咁第二次會面之後咧，我哋就希望
第二次去 send 個截圖，或者佢自己嘅記錄咧，就會係11月1號啦。咁呢啲 send 截圖嘅日子都係星期六嚟嘅。咁就去到11月咧，我哋就希望學長同埋學員可以喺頭嗰2個禮拜，就即係呢一個任務嘅最後2個禮拜去做最後一次嘅會面啦。咁呢個會面嘅目的咧，就係總結同埋維持，去一齊睇翻喺由呢個活動第一個禮拜開始去到而家，有啲咩最明顯嘅改變咧？有冇試咗咩策略係最有用嘅咧？同埋仍然想改善嘅係咩咧？咁最重要嘅就係希望呢一個唔係一個短期嘅策略啊，或者目標啦，而係都可以維持到佢之後嘅。咁所以就可以一齊諗下，最想維持嘅一個使用螢幕嘅習慣係咩咧？咁第三次會面嘅期間，希望喺11月8號同埋11月15號，呢2個禮拜6，小朋友都可以繼續去 send 呢一啲截圖或者記錄去俾學長，而學長咧每一次收到嘅時候咧，都可以去同小朋友做一個簡短嘅交流，去肯定一下小朋友，同埋幫佢哋設定之後嘅小目標。咁小朋友如果對於點樣記錄啊，或者點樣去揾到嗰個版面熒幕時間版面有問題嘅話咧，歡迎向學長去問啦。咁學長如果都揾唔到嘅話，就可以揾我哋幫手去睇下。咁但係最重要嘅就係希望小朋友通過呢一個熒幕時間追蹤任務咧，可以更加深入咁樣了解同埋提升嗰一個對於熒幕時間使用嘅意識，可以令到自己嘅數碼健康可以得以提升。